闭尾韵母 M N N G， 有人误会是合喙韵，毋对，爱讲闭尾韵母。其实只有韵尾的声片声韵尾韵母是合喙韵，字起闭塞韵 N 是臀起微开，就是喙唇甲喙齿小可开开，字尖踢伫顶喙齿甲下喙齿中间，左读声音为喙孔送出去，是为片孔发出片声。至于发音后的喙型是若像要发 no 这个喙型，你家己试看觅就知。安、单、因、根、温、尊、孙，字根两乐闭塞韵 N、是臀起微开，喙唇喙齿小可开开，字根轻轻拄伫两乐，就是两喙挂，左读声音为喙孔送出去，然后发出片声。翁、公、英、精、用、将、定、相。捌听过会晓唱日语歌的台语歌星，有时因会甲人、长、牵长声，用合喙唇做收煞，变成韵，应该是受日语迄个的影响，伫台语安尼唱法应该是毋对的。坐车路南，喙爱合，涂骹澹澹，喙爱合，工课困难，喙无合，医生谈，喙无合，台湾人喙无合，黄虫喙无合，